辯方係咪可以傳召辯方第二證人？係。鄭醫生，請你介紹下你嘅職業。我係喺香港持有效執業證明書嘅註冊獸醫。唔該晒。鄭醫生，如果有人話佢嘅寵物，例如係貓，有能力解鎖佢嘅智能電話，你會點樣去理解呢件事？首先，我會問呢一個手機嘅解鎖方法係乜嘢？如果係6個數字，而且唔係重複嘅數字，即係好似6個0啊、6個1等等咧，貓解到鎖嘅可能性絕對係微乎其微嘅。咁如果係一個咁樣 set 型嘅 pattern 咧？一般家貓嘅智商大概等於2到3歲嘅幼童，佢哋係可以有意識地模仿主人做一啲重複性嘅簡單動作，即係好似開門鎖啊、撳着個風扇之類。所以我認為，如果手機嘅密碼係一個簡單嘅 pattern， 貓其實係可能解到鎖，起碼嗰個或然率一定係高過數字嘅密碼多好多。辯方想請鄭醫生即場同我當事人嘅貓做一次試驗，懇請法官閣下批准。批准。肥肥，肥肥，肥肥，肥。籠裡面係第二被告嘅家貓比比。呢一部係我嚟做測試用嘅模擬手機，型號同第二被告用嘅係一模一樣，開機密碼 pattern 都一樣。唔該。手機而家上返鎖，唔該鄭醫生。貓貓嚟到陌生嘅地方咧，係需要啲時間適應嘅，所以麻煩大家靜靜，盡量唔好騷擾到佢。明白。肥肥乖啦，開手機啦。第二被告請安靜。
證人，佢對手機一啲反應都冇喎。或者法官閣下，你唔好控得佢咁近咯。佢頭先有咩原因咁激動咧？鄭醫生，你可以照直講。我諗佢唔係太中意法官閣下。我咩都冇做過喎，佢唔中意我啲咩咧？可能係因為衣着，貓對深色會不安。你件黑色袍令佢覺得緊張，或者係氣味。其實比唔中意法官閣下陣味啫。乜獸醫牌有教動物傳心嘅咩？你點知佢諗乜嘢啊？你所講嘅係猜測啊，定係推測咧？我真係讀緊動物傳心。咁我應該當你係科學領域嘅專家，定係神秘領域嘅專家咧？有啲嘢暫時解釋唔到，但係唔代表佢唔存在。但係法庭唔可以接受啲冇根據嘅講法㗎嘛 ，Mr. 關，你仲有乜嘢其他嘢問證人？或者我哋再等多一陣啦。你知唔知你哋咁樣做係浪費緊法庭嘅時間㗎？對唔住，法官閣下。如果你冇嘢再問證人，輪到控方盤問。或者我哋再等多陣，因為反正都安排好，唔爭在。你仲有冇其他問題？辯方冇問題。法官閣下，控方冇問題。法官大人，你等多一陣啦。佢一定會玩手機㗎。佢平時最中意就係玩手機。Mr. 關，你可唔可以控制一下被告嘅情緒啊？我冇講大話㗎，個電話真係佢打㗎。對唔住，法官閣下，請容許我向被告人攞指示。法官大人，我求下你啊！今日就嚟到呢度，案件押後到下星期一早上9點半繼續。Court。